各位基督徒，唔知你有冇穩定嘅教會生活呢？可能你有㗎，但可能其實你都唔係幾想返教會，每逢主日都想揾藉口唔返教會。可能你想返㗎，但又覺得冇邊間教會啱心水，換嚟換去都揾唔到落腳嘅地方。咁到底點解我哋要返教會呢？信仰尋問系列第6集，為什麼返教會？會言簡意賅咁樣話俾你知點解要返教會，返教會有咩益處，同埋應該要以點樣嘅態度返教會。作者普利查特主教以幽默嘅筆觸解答你對於返教會嘅難處同埋困惑。佢引用一句好有智慧嘅說話，提醒每位信徒：如果你揾到完美嘅教會，請你唔好加入，因為你會摧毀佢。到底我哋對教會應該有點樣嘅期望？返教會嘅正確心態又應該係點呢？為什麼返教會由宗教教育中心出版，鼓勵你喺嚟緊嘅基督教聯合書展嚟到我哋 B4 同 B5 嘅攤位選購呢本大師小品，幫助你嘅教會生活變得更加充實，開卷有益。